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en。剛剛踏入2026年1月1號，希望借呢條片出街呢，就等大家呢，多啲健康方面嘅資訊。咁喺呢度呢，就希望大家各位朋友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新年快樂。咁條片呢，最主要就介紹一位法國人，佢個名呢，就叫Guy Tombenberg。呢位仁兄呢，喺2018年呢，有一日唔舒服呢，就去睇醫生，後尾嘅結果呢，就診斷咗佢係4期癌症末，佢個癌細胞呢，就已經擴散到去肺同埋骨裏，基本上呢，就全身都佈滿晒癌細胞。希望就大家睇睇呢條片，點解呢位仁兄呢，就可以活到現在啦？頭搭尾應該係7年。點解可以活咗7年？而且佢嗰個檢測報告呢，啲癌細胞基本上已經係消失咗。呢位仁兄呢，喺呢7年裏邊嘅抗癌經歷裏邊呢，佢好多得着，亦都累積咗好多經驗。佢就出咗我冇記錯應該係7本書啦，咁 Amazon 可以買到嘅。或者我擺1、2本喺上邊，大家可以去睇一睇。跟住嚟嗰條片呢，佢就接受一位自然療法嘅醫生。而呢位自然療法嘅醫生呢，相信好多朋友呢都有可能有睇。佢個名呢，就叫 Dr. Eric Berg。佢另外一條呢，就中文嘅頻道，就叫做柏格唔知醫生乜頻道咁樣，定係柏格醫生健康頻道之類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就可以去睇一睇。我主要呢，就睇個英文嗰個 channel 嘅，因為佢出嘅健康資訊同埋其他嘅嘢呢，會出得比較快啲。而中文嗰邊呢，就會遲少少。當然啦，佢累積咗咁多嘅資訊喺嗰條頻道嗰度呢，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。佢個follow 人數呢，就有1430萬人。當然我係其中一位啦。雖然柏格醫生有咁多 follower 啦，但係某啲嘅視頻呢，都俾 YouTube 呢強制封鎖同埋下架嘅。包括有啲癌方面嘅資訊啦。我所知呢，就柏格醫生就將癌症嘅資訊呢，就擺咗 Rumble 嗰度嘅。Rumble 比 YouTube 嗰個審查呢係寬鬆好多，所以呢，就佢擺咗喺嗰邊。我自己Rumble 嗰度都有個 account，有啲敏感嗰啲呢，我就兩邊擺，費事俾佢強制落架或者刪除咗啲影片。佢最主要有2條片呢，就好值得睇嘅，你要去睇一睇啦。就係或者我貼一貼圖出嚟啦，大家可以去睇一睇。一條就係關於嗰個疫苗嗰個風險。我自己都出過啲片，就講疫苗方面嘅問題。其實呢一方面呢，就已經公認咗疫苗係存在好大嘅風險同埋問題。但係 YouTube 都強制要佢落架或者要佢禁聲啦。可想而知佢背後嗰個藥廠嗰個勢力或者背後嗰個金主呢，嗰個影響力幾大。連呢啲資訊巨企都要臣服喺佢嘅淫威之下。我呢，就好在就唔係靠 YouTube 揾食，如果唔係就都幾大鑊。另外一條呢，就關於維他命 D 嘅。維他命 D 其實喺無論你身體或者你任何病啦，包括癌症啦，其實維他命 D 係好緊要。大自然就好奇妙嘅，唔會無啦啦有一樣嘢出嚟。人類作為呢個地球或者呢個宇宙裏邊呢，係離唔開大自然嘅，所以大自然就有一個太陽。等我哋暴露喺陽光之下呢，就會自然產生維他命 D 嘅。當然啦，就服用維他命 D 呢，有佢嘅學問嘅，就唔係好似啲坊間話喂
你食維他命 D 啊，或者補啲鈣啊，或者之類嘅嘢，其實唔係嘅。其實個中有好多協同效應同埋好多即係關聯性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貿貿然淨係聽啲所謂營養專家啦去睇嗰件事。咁兩條片點解會強制下架，就自己去諗一諗啦。今日我去訪問一位本來6年前應該已經死咗嘅人，但佢而家仲生存緊，所以我哋會傾下點解佢仲可以生存到。佢曾經患上第4期癌症，咁係第4期癌症呢？第4期嗰癌症呢，又叫做轉移性癌症，即係話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至少一個器官，而佢嘅情況就係癌症擴散咗去攞咗骨頭。但係重點係，通常第4期癌症病人嘅壽命只係得幾個星期到幾個月，極少數情況下先至可以生存到幾個月甚至1年。但係佳被診斷有癌症已經6年啦，佢而家仲生存緊。Hello， 佳，好開心見到你。你好 Eric， 好開心再見到你。真係好開心見到你。我哋會傾下呢個話題，不過我都要先講個免責聲明。呢個並非旨在繞過你嘅醫生，喺實施我哋嚟緊要討論嘅任何內容之前，請先諮詢你嘅醫生。我哋並唔係嚟話俾你哋聽，我哋有絕對有效、保證治愈嘅療法。好嘅，我哋唔會話俾你知啦。但係話說翻嚟嘅，如果我得咗癌症啦，我都會想知道我嚟緊要話俾你聽呢啲咁嘅信息，因為有一啲非常有趣信息且重要嘅信息，我想提醒你特別注意。喺呢個簡報入面，我哋想盡量武術得更加合理嘅，令到成件事都變得簡單易做。因為一個人一旦患上癌症，就會收到好多唔同嘅意見，所以我哋今次簡報嘅諗法就係同時做幾樣嘢，而唔係淨係做一樣，就係想確保所有方面都照顧到。因為有好多唔同甚至互相矛盾嘅理論。你知道有一種理論認為，如果你通過生酮飲食用葡萄糖嚟餓死癌細胞，就能夠殺死癌細胞。好嘅。仲有一種理論認為，癌細胞可以依靠酮體生存。好嘅，呢個同第一個理論相矛盾。所以我哋有一個諗法，可以真正兼顧到光譜嘅兩端。包括如果有人仲想接受一啲醫療護理嘅話，我哋唔係嚟教你應該點做，但係我哋想同你講，有啲嘢你要留意，有啲嘢你應該考慮，仲有啲好有趣嘅資訊，今日會同你分享。換句話講，我哋今日想講嘅方案，甚至包括有人做緊化療都適用。有啲研究，我同佢都一齊，同一位好出名、好有能力嘅醫生兼研究員一齊做過，仲發表咗。我哋會將所有相關連結放喺下面。我哋可以花1個鐘頭去詳細講解呢個研究，保證你聽到瞓着，但我哋唔會咁做，因為內容其實好實用。但係如果要簡單嚟講，其實癌細胞本身都係由正常細胞變出嚟。發生咩事呢？就係粒線體出現嘅損傷，身體就會有 Plan B 去生存落去。所以咧，佢就會用翻一條比較舊、比較原始嘅路徑去搵能量。所以癌細胞就失去咗原本應該有嘅細胞凋亡機制，可以無限咁生存落去。但係佢就會喺粒線體以外搵到另一種能量來源。呢個就係癌症嘅本質，而癌細胞可以唔使氧氣都生存到，仲可以擴散，造成各種問題。但係其實仲有冇特別嘅？今日我哋會同你分享幾樣好重要嘅嘢，特別係當你有癌症嘅時候。好啦，佳，我想你而家可以簡單地用一小段說話同我哋大家詳細地講下，大約6年前，當你第一次被醫生告知患有癌症嗰陣，醫生究竟係點樣建議你去做呢？完全冇嘢可以做，因為已經太遲。佢哋同我講，享受餘下嘅人生就係咁。佢哋冇建議我做任何治療，因為已經冇治療可以做。我哋癌症已經擴散到成身，太遲啦。佢擴散到骨頭裏未嘅？佢擴散到其他地方啦咩？喺度骨頭、葉節點，仲有一少少擴散到咗我嘅肺裏，唔多。
當然呢個係同葉節點或者骨骼相比而言嘅，所以嗰一定好可怕。當然喺嗰陣時，你肯定唔同意我嘅睇法。我係話關於街嘅啲嘢，佢係個幸存者，佢基本上聯繫咗佢認識嘅所有人，佢開始逐漸獲得更多信息。我諗你為咗揾到能夠幫助你嘅人，飛遍咗世界各地。係嘅，邊個幫助咗我？你同你個視頻，我已經同你講過，因為我去睇咗佢，所以係 Thomas Seyfried。我進行咗好多次長時間嘅禁食，仲有嗰一刻我絕對相信酮體可以幫助殺死癌細胞，因為你知啦，自噬作用。2016年又有一個諾貝爾獎得主，一個日本人，然後好啦，真係有效嘅，因為我而家仲喺度慢慢地會有好多嘢，因為我仲最驚嘅就係真係會復發嘅，因為有好多病人都會復發。如果我哋唔改變現有對抗癌症嘅方法嘅話，咁呢，我哋就死硬，我哋真係死硬。嗱，睇完帕格醫生嗰條片呢，而家我就希望剩餘嘅時間呢，就播少少就關於 Thomas Seyfried。咁應該喺2025年大概6、7月度啦，佢就應邀去咗紐西蘭開一個講座。咁講座裏邊呢，在座嗰啲全部都係盲人嚟嘅。咁台下嗰啲呢，亦都係醫護前線同埋一啲醫生啦、營養專家之類嘅聽眾啦。咁喺裏邊呢，好多提出嘅疑問啊，關於癌症同埋其他關於代謝嘅問題呢，好值得去睇嘅。咁我就輯錄翻佢其中嘅幾分鐘。咁接住之前我出嗰條片就係 Thomas Seyfried 講嘅下半部，咁希望大家有得着。你喺演講裏面呢都提到咗芬本達初，佢係咪亦都帶有某種劑嘅阻礙作用？係嘅，我哋嘅論文裏邊呢都有提到呢一點，咁亦都係件有趣嘅事。驅蟲藥，我唔了解啲維菌素，因為呢方面呢好多政治因素，所以我對實驗室講呢，我哋唔能夠咁做，因為我哋唔想激嬲任何人。但係呢 albendazole、fenbendazole， 我話點解會有啲人食呢啲藥？然後你會聽到啲人話咁，我就用呢啲方法搞掂呢啲癌症。所以我就深入研究咗一下，問自己點解驅蟲藥對癌細胞有效？原來嘅寄生蟲會喺組織入邊用粒線體底物水平磷酸化。而呢啲 albendazole、fenbendazole 就可以殺死呢啲寄生蟲，所以我試嘅啲癌細胞度，結果真係有效，真係針對到粒線體底物同糖酵解。所以而家我哋有個機制解釋點解驅蟲藥會有效，但係癌症唔係寄生蟲。有啲人話癌症係寄生蟲，其實唔係寄生蟲。寄生蟲同腫瘤用緊一條共同嘅代謝路徑，而針對寄生蟲嘅藥物對癌症都可以好有效，而呢個就係我哋開始見到嘅情況，特別係喺營養性酮症底下。嗱，睇完 Thomas Seyfried 呢個短短嘅幾分鐘嘅片之後呢，我希望大家係多多少少有啲得着。咁條片就播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